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1，诗篇136篇1节、23节安尼讲：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伊少年咱伫卑微的位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少年阮伫卑微的位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、创造地、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用大权能的手，将红海分开，予以色列人对迄中间经过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带百姓经过旷野沙漠，予因进入你所备办的迦南地。主啊，你也要安尼为阮闪开头前的艰难，予阮进入你应允的地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好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的信息要传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少年阮伫卑微的位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